也请问这个呢，看了这两册从前到今的这个面面观了，咱有一个感想我是感觉讲人咧修禅时是拢足用心，度这个人呢用一单的这个时间咱内面呢大人性质上要就是咱的前夫所长咱就来请前夫所长看伊安怎度人的方法来教互咱，互咱大家当像前夫所长安尼心得方向安尼好毋好？向他学习，一定互我感觉真正大人，咱一直就是讲话就是叫即摆想着是讲要道理讲，我也袂晓讲啦，所以过一阵互我就讲较早伊互我有做过迄个做直销的，伊讲有迄个做创业的说明会，迄伫咧头伫咧30几年前互我有参与啦。阮一个同学去叫我去做安利。拢去咧听迄个讲课，看免咧介绍迄个产品安尼。虽然买当来开时间了做创业说明迄种大人的即个说明会相像，看免了大人，但是咱若是照迄老婆师咧讲咱较早老婆师讲敢招伊来拜拜安尼尔，咱就做济人啊。但是咱呢，有时若讲。咱的亲戚朋友拢要一个求道，伊讲无啊，伊讲袂讲无迄个认同啊，迄就是讲咱用心无够，咱无够迄个，无迄个心无够，对无像今仔讲师咧讲安尼为着度一个人安尼用一冬的时间去遐度安尼，真用心。咱较早老婆师讲，要度人就遐斗做工课，先有迄个情互伊。会感觉讲安尼真对袂歹安尼，但是即摆人嘛较无像较早安尼遐尼顺服啦。即摆人伊的自我的即个观点较重，较重的时阵，你讲要招伊来，伊就有伊的意见。你若讲干那要讲互伊，讲到安尼真正捌啦，伊敢会求道？我感觉讲迄较无可能啦。首先是先做一寡情互伊。我感觉讲安尼，你对袂歹安尼来招伊来求道伊较会徛起来。无咱即摆就请咱政府所长来主持看伊的即个心得安怎度人的，好毋好？咱助理跟主席的各位各位先生，大家晚安。这个咱即个上即个课感受拢诚济，咱助理讲要互我讲，感觉讲要咱讲度人的迄个经过咱请来听讲因为这度人应该是有历史因缘，甲咱的兄弟姊妹人有比啦，毋是讲散较好度，散较袂晓度，应该毋是安尼应该是因缘际会的关系。即个修仙的条件，互迄当然是拢会抱着一个讲求道的时阵人带咱去求道，咱求着道迄个好处，甲感受，会甲朋友分享当然咱先会感觉讲，咱世间有生活跟生命两个主题甲大家好朋友共同安尼同起就讲咱一生。咱甲朋友讲这生活大家拢知影，大家拢需要，大家拢做现实的。大家拢规世命拢伫咧生活咧追求，经济甲生活遮，咱足少咧探讨着讲，咱生命即方面无看到。大家拢会感觉我生命会听咱讲，咱互个家己感受对生命即方面的看法。当然会甲探讨讲，生命就咱讲。咱伫即个世间的生活，咱拢是以即个利嘛利做为主，你家去行动你敢要做工，你敢要做头路，你敢要做什物工作？我相信讲无一项代志拢咱爱做的，因为是有利迄个利互你感觉讲
啊，即目前我拄着的上介好的字，就是我即咧做即个工课，对我上有益的。吼，即个字爱怎啊，伊才会行动。吼，啊，中间互我会晓探讨讲，啊，若咱的生命，迄字吼，会当互你感觉讲，你的心会安，啊，心会静，心会安尼会平。吼，啊，若讲要平，毋才会安，要平安，咱心爱是你心系功夫。啊，心要安的时阵呢，你要哪去调整，要哪去归向迄个目标，啊，当然就去探讨生命的价值，啊，甲生活的价值是无离开的。所以毋通讲为了生活，啊，所以就去讲，咱嘛有无形的生命，应该去追求咱的生命伫倒来啊，伫倒有一个归属，吼，啊，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兄弟姊妹具备条件无共，有的人嘛拢是做好啊，啊，毋过是要来佛堂求道尔。啊，有的人嘛拢伫即个佛教咧念经、写经、唱，甚至早暗课拢搁做好，吼，伊嘛是拢想要做好。啊，咱下边甲伊探讨讲吼，每一个人的心拢本来拢善良，本来拢要向善，本来要做好事。啊，因为咱袂记讲，咱做的安尼是足无简单的，具备佛缘足无简单。